上集讲到，以贤拼死护送新春离开公寓，身中数枪，狂人病发作后啃咬了安德鲁。新春决意回到公寓营救以贤，不断看着以贤的视频，拨打电话依旧是无人接听。遇到了来看望妈妈的小女孩，新春陪她一同前去，让她先在门口等一会。小女孩抵挡不住思念，还是冲向了妈妈。新春连忙拦住她。小女孩妈妈为了不让女儿担心，假装她只是感冒了，让她好好听新春的话，安心接受手术。很感谢新春一直以来的帮助，拜托她再照顾她一段时间。随后让新春赶快离开。随后再也抑制不住发作了。新春看着她的样子，更加担心以贤的状况。韩警官询问律师妻子公寓内感染者的状况，小女孩其实已经察觉到妈妈被感染了，想着也是和她一样生病了而已，等自己乖乖手术后，妈妈也会痊愈的。韩警官告知新春，小女孩的妈妈苦苦支撑到现在，都是为了见女儿一面，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控制了，过2天只能移送到冷冻货车柜了，并且新春体内的抗体正在减少。随后将最后一支有效治疗剂交给她。上级前来准备带走新春，韩警官掩护他离开了这里，将治疗剂注射进妻子体内后就缴械投降。韩警官帮他准备好了车和通行证。新春准备离开时，又折返回到了小女孩妈妈的病房，将最后一支治疗剂注射给她。中尉持枪对着他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用掉最后一支治疗剂。新春觉得他并不是特别的人，应该还会有新的抗体出现，而且以贤身边还会有他陪着，但小女孩只有妈妈了。中尉与新春互换衣服，掩护他离开这里。新春抱住他感谢他的帮助。中尉为了不让人怀疑他，让新春将他打晕再离开。新春果断打晕他，驾车离开了这里。上级气愤韩警官放走了新春，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，要是抢过那支治疗剂，说不定他的妻子就可以挺过来。韩警官觉得他为了减少感染者，手上已经沾了太多的鲜血了，但从新春的身上看到，解决办法并不只有这样。韩警官给新春准备了出入证，他才得以顺利回到了公寓。中尉解释，新春是打晕了他逃跑的，猜测他应该会逃往海外，让他们去机场或者港口追查。韩警官却说他为了救她的丈夫回去公寓了，并且公寓内有了新的抗体，拜托上级让他负责此事，一定会将治疗剂带回给他。短发女兄妹帮新春打开了门，新春连忙询问以贤的状况，两人欲言又止。1天前，以贤恢复了清醒，离开了天台。公寓代表准备抢夺安德鲁手上的枪，他却突然抓住了他的手。短发女看到了满身血迹的以贤，跟了进来关心他的状况。眼镜男苏醒后再次吃了药物，清洁工夫妇来寻求他们的帮助，被长发女拒之门外。眼镜男突然发狂，咬了律师男的手臂，长发女立马夺门而逃，律师男紧随其后。短发女哥哥看到以贤的伤势恢复的那么快，猜测他已经被感染了。以贤告知他们自己咬了安德鲁，担心他这种杀人犯被感染了的话会更加危险，所以需要先将他抓捕。3人来到天台，安德鲁却消失不见。眼镜男并没有被感染，只不过是吓唬他们罢了。他收留了清洁工夫妇。以贤找到眼镜男，询问他是否知道安德鲁和公寓代表在哪，警告他安德鲁现在很危险，千万不要给他开门。眼镜男说长发女联合律师男将他打成了这样。眼镜男还想装作感染者，但以贤早就看穿了他，知道他是故意吃了这个药物，想要变成感染者。收留清洁工夫妇也是为了给他感染后提供血液罢了。清洁女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为了救活丈夫，将药物喂给了他。以贤来到老头家，得知黄毛还没有回家，公寓代表从电梯内出来了。原来他当时用棒球棍杀害了安德鲁，却从以贤口中得知安德鲁并不在天台。回到天台，发现他的尸体真的不见了，顿时惊慌失措。以贤来到停车场，看到车内满身血迹的黄毛，带他回到了公寓，希望家人的陪伴能延缓他的发病。老头看到儿子的伤势，心疼地带他回到了屋内。清洁工吃了药物，已经好转了很多，决定让妻子帮他拔出匕首，想要趁机霸占眼镜男的房子，联合妻子想要解决了他。眼镜男拼命逃脱出去，向长发女求救，但他并不愿意开门。以贤来到这里，眼镜男向他求救，清洁女却说是眼镜男做的，很害怕和他待在一起，拜托以贤带走他。眼镜男只能抱着笔记本离开，以贤将他隔离在健身房内。清洁工夫妇打算在解封之前处理掉眼镜男，彻底霸占他的房子。以贤看着和新春的合照，十分想念他。新春得知以贤还活着，满心欢喜的去找他。长发女悄悄地来到健身房，准备偷走笔记本。眼镜男一把抓住了他。公寓代表为了给丈夫报仇，准备联合眼镜男除掉以贤，但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就在他的眼前。眼镜男挟持了长发女，划破她的胳膊，将她推向了以贤。以贤将她推进楼道，回到了屋内，用毯子盖住头，看着手上的血液，拼命抑制住自己。新春来到这里，公寓代表似乎已经疯了，脑子里只有当上楼洞代表这一件事。新春一脚踢翻眼镜男，他又装作感染者的样子。新春直接一脚让他安静了下来，看着拼命忍耐的以贤，满是心疼。新春的到来让他终于恢复了清醒。新春不管以贤会变成什么样子，都决定和他在一起，随后吻上了他，两人紧紧相拥。韩警官和中尉赶往公寓，他从律师妻子这得知，短发女的哥哥并没有发作，伤口也没有恶化，猜测他的体内应该也有抗体。长发女央求律师男给他开门，
进到屋内发现有网络了，不断尝试着密码，终于成功破解。但因为狂人病的事件发酵，虚拟货币价格大跌，已经完全是亏损的状态。黄毛一家3口隔离在家，看到军队冲了进来，开心终于得救了。韩警官查看短发女哥哥的伤势，看到已经结痂愈合了，告知上级已经发现抗体携带者，士兵们破门而入，将清洁工夫妇带走。以贤夫妇将眼镜男和公寓代表隔离在天台上，两人决定将口罩男的尸体安置好。以贤打开口罩男的家门，安德鲁出现持枪对着他，两人一番打斗，以贤再度中枪。新春听到枪声赶过去，安德鲁挟持了以贤。新春发现他被感染了，开枪射伤自己的胳膊，用血液引诱他过来。安德鲁发作扑向新春，被以贤一枪爆头。随后以贤因为伤重昏迷不醒，新春抱着他崩溃痛哭。公寓代表和眼镜男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。随着治疗剂的成功研制，狂人病也不复存在，一切都尘埃落定。新春与以贤的幸福也开始了，两人携手过着平淡快乐的生活，幸福迎来了大结局。欢迎大家留言推荐好剧，下部剧我们不见不散。